Hello， 大家好！離開咗鳥取之後，我哋嚟到城崎溫泉同埋天橋立。由鳥取到城崎溫泉，大約需要揸車1個半鐘。行過去搭纜車途中，經過城崎溫泉原湯，可以喺呢度買生雞蛋整溫泉蛋。呢度仲有個免費粥湯。呢條上大師山嘅索道都有60年歷史㗎喇。要留意返每個月嘅第2同埋第4個星期四係休息。山頂有間餐廳，可以一邊飲嘢一邊望住呢個城崎溫泉嘅景色，但係除此之外就冇乜其他嘢可以做。去到山頂嘅來回纜車費需要1200yen 一個人。中間有個溫泉寺站，我哋都停一停，行咗個圈。末代山溫泉寺係供奉11面觀世音菩薩，呢度亦都有城崎溫泉嘅始創人僧侶道志上人嘅神像。唔搭纜車嘅話，都可以由山腳行20分鐘上嚟。城崎溫泉街有7個公共浴池，已經有1300年歷史，有紋身嘅都可以入得㗎。城崎溫泉嘅旅館通常都會俾住客一張去晒呢7個公共浴場嘅 free pass。如果唔入住城崎溫泉嘅旅館，只係嚟1日遊嘅旅客，可以買一張通行證1500 yen。到訪咗呢間明代甲羅燒，佢開朝早10點至到下晝5點鐘，每日限賣100份，每份1400 yen。蟹肉唔多。有啲菜、芝士、蟹膏撈飯，味道 OK 嘅，可以試，但係唔係必食。個 package 係靚嘅。之後就到我哋今晚入住嘅城崎天望苑旅館 check in。雖然呢間旅館離溫泉街有一段距離，但係佢有 shuttle bus 接送，同埋有免費泊車。呢間係一間比較細型嘅旅館，只有14間房。原來酒店有我哋頭先搭嗰架纜車嘅折扣優惠，每人可以減50 yen 㗎。女士可以揀自己中意嘅顏色浴衣。我哋今次入住呢間日式榻榻米混合為西式床嘅呢間房，2個人包埋早晚餐1780蚊港紙，都算係性價比高。旅館有2層高，但係冇電梯。Welcome Snack 係當地店鋪嘅大福餅，新鮮軟熟。城崎溫泉嘅泉質係鈉、鈣、氯化物高溫泉。對於神經痛、肌肉痛、跌倒傷害、慢性疼痛、消化系統疾病、痔瘡、疲勞等恢復都有幫助。我哋租咗呢個私人半露天池，費用係2200 yen，仲有埋新鮮玫瑰花瓣贈送。
可以用40分鐘。旅館嘅公共浴池都有室內同埋室外池。我哋今次喺 trip.com 度訂房係跟基本嘅晚餐，後尾發覺原來喺官網訂嘅話可以加錢食好啲嘅晚餐。我哋揀咗下晝5點半就食晚飯，早啲食完，早啲出去行溫泉街。喺櫃台攞個溫泉 pass 就可以浸晒7個公共浴池，唔使錢。酒店有提供免費 shuttle bus 去溫泉街，亦都可以同酒店職員自定回程嘅時間。呢個曼陀尼羅湯只有室內嘅溫泉，泉水好熱。寓所之湯就闊落啲，有幾個唔同溫度嘅室外池，仲有小型瀑布做背景。佢仲有一個休息區。其他溫泉區嘅店鋪多數都係下晝5點就會閂門，但係城崎溫泉街呢，到咗夜晚都仲有好多店鋪開門，因為大多數喺度住嘅旅客都會有免費嘅溫泉券，大家都出嚟行下睇下，浸下溫泉。呢個係可以飲嘅溫泉水，不過飲少少好啦。我哋最後到訪為一枝湯，佢係喺溫泉街最中心嘅位置。浸3個已經好夠啦，真係不能夠浸晒7個。一枝湯有名第1名嘅溫泉，佢最大嘅特色係佢個天然巨石洞窟。夜晚大家都着住浴衣，氣氛好好。早餐好特別，竟然係食壽喜燒，有黑毛和牛同埋豚肉。雖然晚餐普通，但係早餐算豐富。2個人1泊2食，只係1780蚊港紙，值得一試。離開城崎溫泉之後，我哋嚟到伊根灣，揸車大約需要1個小時45分鐘。伊根灣觀光船每日朝早9點至到下晝4點鐘，每半個鐘一班船。成人1200 yen， 小童600 yen。記住買定包蝦條上船，每包100 yen。船程大約係25分鐘，喺伊根灣出邊兜一個圈返嚟。確實要坐船出海先至可以望返個漁村嘅舟屋正面。其實啲乘船嘅最大重點係餵海鷗，全程都好多海鷗圍住我哋隻船。佢哋好叻㗎，可以接到我哋拋棄嘅蝦條。不過要小心，有啲鷹會嚟偷食。唔驚嘅話，都可以試下揸住嘅蝦條舉高俾佢哋自己攞。後尾先發現原來有1800 yen嘅套票可以買，包啱啱開程船啦、山松公園嘅纜車同埋乘上寺嘅巴士。之後我哋去咗天橋立 Viewland， 可以揀搭纜車或者登山吊椅，都係1000 yen 來回。我哋就揀咗搭 chairlift， 因為唔使就纜車嘅時間，同埋可以欣賞個景好啲。當地嘅旅遊教學係教我哋要彎低身咁樣去睇呢個天橋立，因為咁樣呢就會好似見到一條綠色嘅飛龍咁飛上天空。咁當然要加啲幻想力啦。
有個打卡位，職員唔會逼你買佢嘅專業相，仲會幫你用你嘅手機或者相機補拍一張。喺天橋立 Viewland 可以喺南邊咁望到成個天橋立。呢度仲有啲遊戲設施，例如摩天輪、旋轉木馬、空中散步同埋呢個 paddle car， 細細咁兜一個圈仔。食杯雪糕，休息下就落返山啦，諗住行過去天橋立。沿住行過去天橋立都會有啲手信店同埋食肆。因為天橋立都幾長，所以有啲人會寧願租單車踩或者坐船。我哋只係行下沙灘嗰部分，行咗入去天橋立1/3左右就返轉頭啦。夜晚入住 Fairfield by Marriott， 由天橋立過去揸車唔使10分鐘。酒店嘅前面同埋側邊都有車位免費泊車。酒店冇餐廳，只有一個小小嘅 corner 賣小食同埋嘢飲，入邊有微波爐、咖啡機，所有住客都可以免費使用。佢有5層樓高，93間房，下晝3點後 check in， 朝早11點前 check out。當時我哋訂雙床房大約係850蚊港幣。2020年開業，所有嘢都尚算新淨，設計時尚。中間有對趟門可以隔開洗手間，佢另一個作用係可以隔開走廊嘅聲。酒店側邊有間回轉壽司，味道普普通通啦。呢間係職員推介嘅麵包鋪，朝早7點開到下晝3點。佢啲麵包確實出色、新鮮、好食，但係呢隻紙盒裝嘅咖啡鮮奶同埋奶茶鮮奶就真係太甜啦，要飲最好飲返原味。最後都係飲返酒店嘅咖啡比較好。酒店斜對面係道之驛、海之京都、宮津，可以買到當地嘅產品。尋日去咗南邊嘅天橋立，我哋今日去北邊嘅天橋立。玄衣世龍神社就近於天橋立嘅最北邊，開放時間係朝早7點半至到下晝5點鐘。應該係因為散松公園呢邊嘅纜車係比起尋日去 Viewland 嗰邊短少少，所以來回只係800 yen。我哋冇搭到纜車，因為諗住食完晏之後直接揸車上去成相寺。我哋冇喺天橋立呢邊搭船，只係喺碼頭度餵下海鷗。佢哋好叻㗎，見到你餵嘅話就會自己飛埋嚟。
只要拋高啲，佢哋就會接到。嗰陣時係6月尾，周圍都係繡球花。lunch 我哋嚟到一間細細嘅餐廳，叫做炭丹屋，食炭燒牛肉飯。出邊有免費泊車，佢開11點半至到下晝5點鐘，但係如果賣晒嘅話就會提早收㗎喇。店裏邊只有一位非常友善嘅女士主理廚房，同時招呼客人。非常推薦呢個2800円嘅特選和牛扒飯，連雞蛋，其他啲牛肉串就普通。之後我哋直接揸車上去城上寺，有職員會喺停車場收費，每位500円，但係泊車就唔使錢。到城上寺之前，我哋決定先揸車上到去山頂嘅全景展望台，從山頂高處咁望過去天橋立。位於山腰嘅城上寺喺704年建成，開放時間係朝早8點至到下晝4點半。值唔值得俾500円嚟望一望？咁就見仁見智。沿路行過水池嗰邊嘅時候，見到條蛇。100円一包魚糧，餵下魚。我哋選擇行20分鐘，落到去散松公園，或者你可以選擇俾1120円搭巴士來回。如果你夠時間，或者諗住去晒3個地方——伊根町、散松公園同埋城上寺嘅話，就應該要買套票。個人覺得尋日喺妙齡嗰邊望過去天橋立係靚過由呢邊望過去。同埋散松公園呢邊冇乜其他活動，只係有間手信店。我選擇咗俾400円坐 chairlift 落山，而我丈夫呢就要行20分鐘上返去城上寺攞車。返香港之前一晚，我哋選擇咗住喺 Linku Town。距離關西機場只係1個站。晚餐我哋喺 One Kalubi 食燒肉任食。我哋點咗佢最貴嗰個黑毛和牛放題，成人每位7238円連稅。個人覺得其實佢啲牛唔係真係咁靚，如果有機會再嚟嘅話，我會揀個平啲嘅 course。仲有好多其他嘢食，例如沙律、湯、麵、石頭鍋飯。而甜品呢，就每人限點1份。夜晚入住星野集團嘅歐蒙關西機場酒店，我哋之前住過㗎喇，詳細嘅酒店介紹可以睇返之前段片。2張單人床嘅房，連埋2個人嘅早餐係15200円，喺官網度 book。雖然歐姆酒店都有大浴場，但我哋都想去睇下個泉州之湯嘅環境。由酒店行過去大約係10分鐘。佢開朝早7點至到夜晚12點。
平日嘅話，成人900 yen，星期六日假期就要1000 yen，買細條嗰啲毛巾就200 yen。其實呢度最出名係嗰個無敵大海景，喺度一度浸一度望住個海景。但係因為我哋夜晚到，所以呢係其實乜都睇唔到。個人中意歐姆酒店個大浴場多啲。酒店早餐係朝早6點至到10點。之前有職員即叫即整 pancake， 而家就變咗自助式自由配搭 pancake 配料。食物味道係 OK 嘅，仲可以望到 Linku Town 全景。有間大型超級市場 Trial 就喺歐姆酒店嘅斜對面。呢間 Trial 仲可以退稅㗎。而我哋尋晚食嗰間燒肉店就喺側邊嘅咋。喺 Outlet 行咗一陣街之後，我哋就嚟到青空市場，揸車過去大約10分鐘。佢朝早開10點至到下晝5點鐘，逢星期3休息。喺地面嗰層啲海鮮商店度買海鮮，啲價錢真係好抵。之後可以攞住樓下買嘅海鮮上去 Yellow Shrimp 餐廳度燒，開11點至到晏晝4點鐘。成人每位1800 yen，包餐具、爐同埋幫你清洗喺樓下買嘅海鮮。亦都可以直接喺餐廳買海鮮 set。呢盤係2至3個人食嘅海鮮 set，7500 yen。食完海鮮 BBQ， 我哋就上機返香港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旅程再見，拜拜。